住溫西可能係好多人嘅夢想。如果大家唔覺意撳咗入嚟，而呢一個又係你個夢想嘅話咧，就記得要睇埋落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Vincent。講翻少少歷史資料俾大家聽先。如果大家仲記得喺2023年底 BC 省政府通過咗 Bill 44住宅發展修訂法案，即係大家所講嘅一改多政策。原本由可以起一間獨立屋嘅地段，通過咗法案之後，就可以改建為3至6個嘅小型住宅。隔咗一排開始有啲嘢睇下啦。如果大家都經開西區，都會發現多咗呢一類型嘅 multiplex 出現。而今日要介紹嘅新盤 Solin 亦都係其中之一，位置就喺930西57街，正正就係名校 Churchill 中學對面。呢個項目由擁有多年做 multiplex 經驗嘅本地發展商 Lightwell Homes 打造，26年暑假就可以正式入伙啦。呢個係屬於一改多規劃下邊嘅精品多戶住宅。共有6個單位，包括2間獨立屋同4個 duplex 單位，21尺闊嘅屋寬加10尺特高樓底，高端時尚設計，便利嘅生活配套同頂尖校區。步行距離有 Churchill 中學同 Langara College， 附近有大統華4房闊，周圍仲有好多公園俾你 walk 下狗做下運動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千呼萬喚嘅 Oakridge Mall 啦。總之就係食買玩一應俱全。而價錢方面一樣有驚喜，3房3廁1150尺單位由1459000起，3房加釘1565尺大戶型都係1949000起。而家仲有早鳥優惠，頭3間即減3萬蚊。用 townhouse 嘅價錢喺溫西核心地段擁有屬於你自己嘅新居，已經再唔係夢想啦。想了解更加多關於 Solin 呢個新項目，就記得 DM 我啦。